Hello， 大家好，我係程式員 Kason 啊。今日就帶大家嚟探索一下211飲食法嘅秘密武器。即使你冇實體嘅211餐盤，都可以輕鬆減脂㗎。睇下呢一個美食就係211飲食法嘅精髓啦。將食物分成3部分，保持均衡又健康。但係問題嚟啦，實際操作嘅時候其實好難去掌握分量同埋營養㗎。但係而家唔使怕啦，因為咧有咗247 Pro 嘅 AI 飲食卡路里計算機之後咧，就可以輕鬆咁樣幫你影張相，就檢測到每一餐嘅食物營養㗎啦。舉個例子，呢一份211早餐，我哋用247 Pro 去檢測，你睇下，唔單止係總熱量，就連各種營養成分都一目了然。就算你唔用傳統嘅211餐盤方式，都可以跟住其他飲食法輕鬆減脂㗎。講翻211飲食法啦，呢個方法呢就係宋晏仁醫生參考哈佛健康餐盤之後呢，專門為咗想減重嘅族群呢去改良符合增肌減脂嘅原則嘅新飲食嘅規則嚟嘅。咁呢，佢就建議喺用餐之前呢，先飲一杯滾水啦，然之後呢就按照蛋白質、蔬菜、飯同埋水果嘅順序嚟進食嘅。211餐盤嘅順序唔單止可以獲得飽足感，而且咧仲可以避免食飽之後冇幾耐就肚餓，進而咧係減少食零食嘅誘惑。211餐盤飲食法嘅優點就係唔需要計算熱量，懶人都可以好容易上手，唔需要嚴格節食，維持好心情更加容易瘦。第3個優點呢，循序漸進減重，唔容易肥翻。211飲食法嘅核心係平衡飲食，減少過多嘅熱量攝取。而247 Pro 正係你嘅得力助手，無論你係飲食新手定係老手，都可以即時知道每餐嘅營養狀況，隨時調整飲食計劃。今日嘅示範就到呢度。如果你想喺忙碌嘅生活中輕鬆掌握211飲食法嘅減脂秘訣，就快啲試下247 Pro 啦！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